继续要讲那个普贤上师言教的学菩提心的学出的方面普贤上师言教书本里面呢，就是最前面呢就是有书本的浅善意跟中善意当中呢，就现在已经是在中善意的过程。那么中善意的过程也是前面有在共同外潜心以及不共内潜心。那么在不共内潜心方面也是有皈依跟发心。那么现在呢，就是在所谓的那个发心方面的，在那个学菩提心的方面。那么在学菩提心的方面呢，就是我们在上礼拜六呢就刚讲完那个自他相欢方面的菩提心。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要在学修自亲他众菩提心的方面。所以呢，就是大家要为所有一切众生发心，为所有一切众生发菩提心。六道中的所有的众生曾经都是做过我们自己的父母亲，知道这个事实的道理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为所有一切的众生，那么要发菩提心在发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在前面发心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的课也是刚好就是学习菩提心的方面。那么本身来说呢，就比如说上礼拜六我们讲的课，那就是必须得要在这到这个今天之间呢，就是有7天的时间呢，就是应该要就自己去在要为这个方面一定要去用打坐的方式也好，用做功课的方式去做那个怎么说呢，重复的要去思维，重复的去要观想。那么这个方面就是我相信你们应该有做得到吧，就这个方面来说，如果是以前没有做到的话，接下来的话那也是一定要这个时间我们在讲普贤上师言教的整个的过程。那以后的话也是一样的，在人生的整个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就除了念经除了做一些仪轨的功课以外，那也是要发菩提心的方面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这也是根据我们这次讲那个普贤上师言教一样的过程来那么作为一个这样的功课。像比如说一年的这个365天也好，或者是1个月的30天也好，规划成从第一次普贤上师言教的第一个就是相当就是在从那个一开始就是那个在听课的前面的这些过程，这些等方面都是第一开始就是慈悲心跟菩提心。那么到现在就是我们在共同外潜心跟不共内潜心这2个分派来说到了不共内潜心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在那个菩提心跟慈悲心的方面是最重要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就必须得要知道，就是一定要为所有一切的众生要发菩提心，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到了最后就是我们就这一次的这个菩提心的学处方面的课圆满了以后呢，就接着应该是金刚萨埵的方面。那金刚萨埵的功课也是一样的，做金刚萨埵的功课的时候也是前面必须得要发菩提心的。那么金刚萨埵的这个功课圆满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做上师瑜伽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前面要有发菩提心。那么等以后我们就无家心圆满了，然后就是自己修持要各个本尊的咒语这些各个方面的时候，也持诵那个咒语也好，等等各种各样的善事，都是前面必须得要发菩提心的，没有办法怎么说呢，不发菩提心。如果没有发菩提心的情况下，那我们在修持的所有一切都是不会变成真正的能够可以成佛的质量。所以这个方面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无常，在任何一个人，就像现在就是正在不断的在战争嘛，在这个地球上。那么在这些地球上的这个战争中的这些遇难者，这些众生来说的，那就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说他的生命那么就是会维持到多长时间。那么就再到最后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只知道要死，但是死的时候呢，就是会怎么死都是没有办法选择的。那任何一个众生都一样的，就有一个同样的需求，就是自己要获得安乐。
那么到最后死了的这个时间也是要选择死的方式呢，能不能够可以在比较不痛苦的痛苦降到最低的一个这样的方式，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就是众生的需求安乐的方面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这个方面的这个希望是非常高的。但是呢，那个期望是非常高的，但是呢，真正的能够可以在获得永久的安乐的方面呢，就是要好好的修持佛法，要放下一切执着，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再也不需要再轮回的这样的一个见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可以达到这样的就是很难，所以我们从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东西可以对比起来的时候，也是没有比修持佛法更重要、更殊胜的。所以这些知道以后呢，我们最需要、最珍贵的是什么？对于我们来说的，就这一生当中最珍贵是什么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佛法。那么刚是有佛法也没有用啊，刚是我们接触了也是没有太大的用，当然就是有功德，但是也是不够完全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那对于我们来说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时间。所以时间呢，就是在人生短暂的这个时间里面，能够可以再修持佛法，已经是这么殊胜的、这么难得的机会。既然我们已经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因缘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去一心一意的，就是往修持佛法的方面，尽量的自己就是内心里面就是要做到一个能为了佛法，我就可以付出一切，我可以做到一切。坚持的修持以这样的一个坚定性，这是谁都需要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好的修行人。那么如果是可以成为一个好的修行人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度化一切众生，为了所有一切的众生发愿，我们才会成佛嘛。所以我们就要看从众生的这种痛苦感，那么就是以自利利他的，那么首先也可以看自己的痛苦，也可以看他人的痛苦。那么今天他人的痛苦，如果是在以自己来感受的话，那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情况？你这样去想。我昨天看到这新闻里面，很多被那个炸掉的那些人，也可以说是尸体，但也没有完全断气的，但是脚跟腿腿跟那个手臂都已经炸没有了，然后但也是还在那边动，然后就是在那种，那这些来看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嘛，也是众生，但他们也是我们的父母亲。那我们在眼前看到这样的时候，这此时此刻在某一处呢，就是有一直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爆发一个这种那个战争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有多少的人在痛苦。第一呢，就是他们在那个身体上的这些感受的痛苦是一个事情。第二来说的话，就是因为战争而去世的时候，就从内心的那个嗔恨心会是怎么样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那他们就很痛苦，连到了这样最后的时候，就到他们那个真正的断气之间的感受是一个多么痛苦的一个事情。那如果是他到最后那我们都看到他们已经这样的时候，那看到一个已经走了的、已经死了的一个尸体看到这种还没有断气的，但是已经是身体都一部分都扎完了那种看起来的时候，那我们看心里面肯定就是看到那种是最痛苦的，那就不如看到直接已经死了的一个众生，那就他已经死了，就看到一个尸体而已。当然他也是一个生命，但是呢，就这个中间的这个。就像我们在中医讲到六中医的时候，就是在临终中医的这个阶段的这个痛苦，就好像就比较减少了一点点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最后断了气的时候，是不是解脱了？那也可以算是对我们那个普通的人的一种想法来说的话，那已经他断了气，所以他就解脱了这个痛苦。但是他要开始在真正的面对中医的过程。那么就是因嗔恨心或者是那个放不下的，他有他的国家，他有他的家人，他有他的这个兄弟姐妹、亲人等等这样的情况下，除了他自己在痛苦这个身体上的这种男人的那个痛苦以外呢，就是心里有
太多的悲伤跟嗔恨心放不下的这些问题，所以也是导致能够可以真正的从中医的过程当中能够可以解脱吗？那也是很难的。所以就是一直不断的，众生就是这样的，就是不断的没完没了的，一直不断的在循环。有的时候在恶鬼当中，有的时候在地狱当中，有的时候在畜生当中。我们今天看到的战场上的战争的那个地点的那些众生是非常痛苦嘛，包括士兵也一样，就是民众也一样，都是无辜的。实际上来说呢，就人类众生就是这样。自尊自恋着